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开讲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讲灯会说灯会，当年台湾都有灯会，去年伫屏东，今年要伫台中，各地头有灯会。啊，当然元宵上元节嘛有人会摇米菜，英国人讲叫做社火。啊，宪法的专家，伊嘛是台语的专家李鸿禧教授，伊捌讲，若过去文人伫咧社火咧摇米菜。拢要四诗一句，论语一句，毋过台湾人咧摇米菜。李教授讲吼，凡夫走出大厂卖菜，大家都挺好摇，因为拢咧摇生活中眼来所见、形形色色的事物。国情今仔日甲你来开讲，咱就来摇一下地号名的米菜。头一题，咱来讲东西南北拢压号，这要互咱摇新北市中和区遮一个地号名。国情啊，小安尼甲你脱头一下。东西南北拄啊好几角头，东边一角头，西边一角头，南边北边拢总几角头。这几角头拢总压着雨，即句压雨，后人另外一句话讲叫做南雨，安尼又有啦吼。中和遮一个庄头，我莫讲，遮个观众朋友啊，你若翁仔某做伙伫咧看节目，你着翁讲互某答，某要互翁听咧。过来换第二条，咱将镜头刷往南边。这条题目较简单，讲叫做行天宫。当然啦，我应该补一句话讲是台北的行天宫。台北行天宫咧拜就是文殊公。我要互你摇台南市市内一个行政区，较早是台南县啦，较早台南县吼，就是一个乡镇市，毋过即马拢变做台南市啊。所以这区叫做啥物区？专门咧拜文殊公的行天宫，摇台南市一个行政区。国情啊，这嘛足简单的啦。过来第三条好无？第三条，原来因为即几工啊，雨都无歇。头拄啊，咱讲东西南北拢压雨，互你摇北部新北市伫咧地号名。即当阵，咱换来讲台南市北门区遮一庄头，即庄头题目真简单，讲有这荒地压雨。国情啊，头拄啊第一条讲压雨，另外有一款讲法，人讲叫做南雨啦。啊！若东西南北拢南雨拢压雨，当然要互你摇啥，咱就已经明拄明啊咧。啊！若台南北门遮一个旧地号名，讲吼压雨压着啥？压着荒地，压着荒地的城区。这有一间庙做出名，就是伫咧遮。国情啊，莫想讲吼。过来，各地头的地号名，明日一条一条，咱继续来做。啊，咱继续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。这是对桃